现在，那您有什么特殊才艺啊？哦，来点不一样的。哦，每次都是模仿嘛。哎呦，那今天也不例外。模仿谁啊？陈小云。嘿，这太不可思议了。哦，我们要看一看啊，前面不是那个球，那个球呢？这球吧，球要摆进来。没有回应。爱情的车车袂当放袂记，心爱的去倒位？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跳，不知你是斗开倒位去？啊，你唔落去，你唔落去来跳草莓，啊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饮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你。爱情的。哎呦，今天这个学生一看呐，真是只能用良莠不齐来形容。哎呀，好棒！我是要给奖品啊！哎呀，好棒！圣诞老公公。谁叫你这样穿的？应景嘛，应景。不是，你不能抢戏抢成这样子。刚才我们的琴是摆在那一边。老师，我们的礼物。还好还好。发礼物是我的责任啊！啊，他是圣诞老公公，你就替班主任啊，把这个礼物每个人发下去啊。这个每个人拿去呢，我也要大的。每个人拿去以后，千万不要分这个什么大小啊，礼物是一种情谊，好不好？对，猜，老师现在猜吗？啊，你们要现在猜啊？对。啊，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哎，好好好。好棒哦，快乐，Merry Christmas，觉得真耶，我有红糖。水蜜桃，哎，对对，刘志雄。我的怎么一样？老师，你真奇怪，大包小包都是喉糖，干嘛还分大小包？你那也是喉糖。大家都是喉糖的。哎，抠啊，什么都不是说抠啊，哎，你们真的拆开了？没有。老师，哎，那麻烦的，因为精神五行拆了，你们就吃那一盒，其他的呢，我们以后还要用。不是我吃这个牌子的，可不可以换？来，验收，就从这个。思念你，真心真爱不是假，海风冷冷陪伴阮几暝，为何心事这呢多？快乐心情要倒找，敢讲出声？老师我没猜。原来上课上那么久，你不知道说那个前面的歌只能唱一遍就要跳副歌了。真的？哎，key 好像低了一点，是不是啊？没有，因为高潮还没有开始。高潮还没有哦。老师，你好外行哦！啊哪有一开始就高潮的？我这首歌的开始新就是歌嘛一开始就是哦，没有音乐，就是声音，就是一下就从高潮开始。哦爱情的酒拢袂退。这样的啊。对这边是属于高潮的啊，那唱完了请回去。第二位出场是我的姐姐黄玉玲，来。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不能永远抓紧怀不放，该面对。是 key 太高了，还是他本来是这个红糖？假音啦。所以说上课，你的声音本来就是这样。对，今天云远有点感冒。啊。对，最近有流行性感冒，所以大家要小心。哦，这样子啊。大家要小心。
清晨清新沁我精神，琴弦红尘不闻不问，让我爱你无所不能。魂飞魂散都是爱的本能，清晨清新沁这是高潮的部分吗？对啊，那低潮能听吗？高潮才这样子，那低潮还能听吗？现在的高潮啊，是讲究的是持久。球还在。徐小姐是在兰屿长大的。你怎么知道？那看你甩头发，一般人甩不出这个吧？好，可以了。啊，表演完了，对对对，会上表演完了。好好看哦，好好。啊，你不是表演舞蹈，唱歌。任性让我爱你十分累7分，你却毫无眷恋的转身，不能爱也不敢恨，无法平息的伤痕。任性让我爱你十分累7分，从此离别不再有温存。接下来金城武先生，来，金先生你好，要不要吃一口？哎，我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整盒没收吧。来，验收一下，什么歌好不好听啊？年轻一点的，这可以拍出来。总是说我不够温柔，不懂幽默，爱不常说出口，我却只想给你没有秘密、没有面具、真实的自己。请你相信标准情人只能活在想象世界里，感受过的全是陪你欢笑，陪你叹息，陪你风和雨，永远没有距离。哎，对于这个节奏，跟于这个音乐呢，到底啊，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如何把节奏跟音乐融入在生活里面？我想，哎，邱小姐，您能不能举一个实例来跟我们谈一谈？好啊音乐跟节奏如何融合到生活里面去，好不好？我学的是体育嘛，哎所以我觉得呢，有很多人的节奏感不好，所以呢，这个打球的时候上篮就会走步。哦，你认为说带球走步或者犯规动作，是因为它本身没有节奏？对对对，那用什么办法呢？那就像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音乐啊，放一点音乐，哎，让他在这个运球的时候呢，哎还有他的脚步的运作上面呢，能够在节拍上面您。这样讲，我们实在是听不懂。哦，我可以示范。示范一下是吧？对大家要注意看一看，如何把节奏。老师，任何音乐我就都可以照任何音乐任何随便他弹快的慢的我都可以。好，随便弄好。这个很简单的。好，这个进行曲的音乐通过了。这个很容易。瓦卢子来一个。华尔兹，我们当然华尔兹是拱恰恰，对不对？恰恰。恰恰是要还要带舞步。对对，要带舞步。哎，您没有带舞步啊？哦，好。好难哦。当场被
怎么会？男的还叫班主任吗？不会，好，老师来，要关了。我去。老师已经带球走步了。不是，前面什么叫带球走好几步？犯规。啊？从一开始就要我觉得这个脚，这个球，两边要一起。好，音乐。人家在前面防守，你头一直看地上，那人家就把哦，还要看前面啊？还要看前面，注意防守。再给一个机会，再给一个机好，会。再一次，头抬高一点。莫名其妙，你笑那么大声干什么？那您先回座来，这位同学来，我们就进行曲那个就可以。进行曲，这个不说。好 ，1 2 3 4。一试就出来了，黄一林。1 2 3 4。下去，直接从下，人家怀孕龄啊！怀孕龄。对，它有前奏啊，先前奏先酝酿一下，好，这前奏不算。猜下来，1 2 3 4。哦！接下来就是，来，你给我们表演什么特殊才艺啊？我要，因为我，为了要表现有一点点进步，哦，有一点点越来越靠近实力派的歌手，他现在说什么？你们我要唱演歌。来。好きよあなた今でも今でも暦はもう少しで今年も終わりですね班主任刚刚也叫你做痛苦的表情吗？这首是很痛苦的。啊，这个大家要竞争一下，这不是来黄以玲，来，我们大家来协助啊！不用来了啊，不一定的，你说看人刚刚那首是比较接近流行歌一点，流行演歌，那你唱一个比较这个不流行的这样，完全演歌的纯粹演歌，来，你要选什么样的歌呢？苹果花好不好？哦，听听看。刚刚就是人家的表演，你认为那是人家的时间。现在，那您有什么特殊才艺啊？哦，来点不一样的。哦，每次都是模仿嘛。哎呦，那今天也不例外。模仿谁啊？陈小云。嘿，这太不可思议了。哦，我们来看一看啊。前面不是那个球，那个球呢？这球吧。球要摆进来。没有回应。爱情的车车袂当放袂记，心爱的去倒位？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不知你是，不知你是倒开倒位去，啊你唔落去
家真是跌破专家，真的，因为黄以玲的模仿翘屁股啊，反差很大。哎呦，是，哎，真不错。他比较翘，他可以放一个桌子，你还不行。我还打一桌麻将，哎，不过既然这样，还要把机会表演机会丢到你这里来不能重复啊！你不能再模仿这个声音，不能重复。当然了，是，我哪来的？你这出我一个难题对啊，但是我也不是这么没有3两3也不敢对吧？哎呦，哎，我的屁股何止只能模仿陈小莲？这是谁啊？来个汤红怎么样？哎呦！你还往何处？嘿嘿，taxi， 你才往何处？你走遍人生旅途，没有为自己着想。从日出到在忙碌。亚明会模仿什么人吧？不会，哎，不会。会吗？最难的是什么？来模仿一下啊！我模仿欧阳菲菲。没有，不是身材，身材当然是不像，但是是那个动作。真的吗？对，歌声呢？哎，对，歌声还有歌声。老师，今天这些女同学好像都疯了。节日嘛，大家庆祝啊！对。谢谢。你好像在南语也住过一段时间。刚刚那个也不错，够疯狂。接下来马上要接连的要做静态的表演。来，还有什么特殊才艺？我弹手风琴好了。手风琴啊？对。哎，那你身材还刚好适合玩这个。不然很容易夹到。班主任的音感不错，一听就知道您弹的是白色的圣诞的。对。哎，老师好厉害哦。这个白色圣诞呢，这样子弹呢，就显得就比较有一点好像哀伤的感觉。还是要快乐一点。要把节奏变一下，那就加上我们跟老师孔康老师的配合，用 swing 的节奏啊，先让他来一个前奏，然后你跟进去啊，就配合着哎，把这个节奏歌就弹得快乐一点。来，老师怎么 key 啊？C 吧。好，我可以了吗？喂，对，等一下，哦，要深呼吸啊，啊，以防夹到。喂，对，对。让我们想到今天是圣诞节，大家一起来唱一下这个，把这首歌啊唱到这个非常的这个圆满，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谱这个声音，好不好？好。来。
掉了呢？啊？我这里有一点痒，快开始。哎，怎么全都合了？那就通通录下来啊！啊？最后一句吗？全都录下来啊！当然是从最后一句吧。啊。